質素同網約車合法化嘅睇法，你只需要根據指示撳電話盤上嘅數字就可以啦。請放心，你嘅意見只會作為統計用途，個人資料係會絕對保密。整體嚟講，請問你滿唔滿意的士嘅服務質素？非常滿意，請按1字；幾滿意，請按2字；唔係幾滿意，請按3字；完全唔滿意，請按4字；唔知道冇意見，請按5字。冇意見5字。有意見認為香港需要透過發牌制度嚟規管網約車平台、車輛及司機，推動網約車合法化。請問你認唔認同呢個做法呢？非常認同，請按1字；幾認同，請按2字；唔係幾認同，請按3字；完全唔認同，請按4字；唔知道冇意見，請按5字。冇意見5字。請問你擔唔擔心，假如網約車合法化後，的士業界會採取激烈的抗議行動？非常擔心，請按1字；幾擔心，請按2字；唔係幾擔心，請按3字；完全唔擔心，請按4字；唔知道冇意見，請按5字。冇意見5字。有意見認為，透過立法規管網約車，為網約車和的士製造公平競爭環境，有助改善整體服務質素。請問你認唔認同呢個講法呢？非常認同，請按1字；幾認同，請按2字；唔係幾認同，請按3字；完全唔認同，請按4字；唔知道冇意見，請按5字。冇意見。有意見認為，的士同網約車可以共存共生。請問你認唔認同呢個講法呢？非常認同，請按1字；幾認同，請按2字；唔係幾認同，請按3字；完全唔認同，請按4字；唔知道冇意見，請按5字。冇意見。近月個別的士業界代表計劃發起請願、罷駛等抗議行動，要求取締網約車平台及打擊非法載客取酬。請問你贊唔贊成的士業界發起有關抗議行動呢？非常贊成，請按1字；幾贊成，請按2字；幾不贊成，請按3字；非常不贊成，請按4字；唔知道冇意見，請按5字。冇意見。過去1年，請問你有冇乘搭過的士？有，請按1字；冇，請按2字。哦，咁咪有咯，1字。過去1年，請問你有冇乘搭過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，例如 Uber、高德等平台提供嘅網約私家車呢？有，請按1字；冇，請按2字。哦，冇喎，2啦。請問你屬於以下邊一個年齡組別？18至29歲，請按1字；30至39歲，請按2字；40至49歲，請按3字；50至59歲，請按4字；60至69歲，請按5字；70歲或以上，請按6字。唔想大家知。請問你嘅最高教育程度係小學或以下，請按1字；中學或預科，請按2字；大專非學位，請按3字；大學學位或以上，請按4字。唔想大家知。請問你嘅性別係男，請按1字；女，請按2字。唔通女咩？多謝你接受訪問，拜拜。